已经哪拢无去啊？你是？这到底是向走的啊？我马上去调查。免啦，你若是即摆要去查是谁做的，就会一直浪费我练习的宝贵时间。明仔载就是女子组的比赛，我一定要赶紧练习才赢。要不过你今仔练习的是对拍，若是要付出，真容易受伤的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去甲北弟姐讲，请伊调整一下练习时间。莫啦，北弟姐即摆对我真有意见，伊一定认为我是有特权。你若是走去甲伊讲，我会搁较歹做啦。要不过你若是要付出，你是要安怎练习啊？不要紧。无付就要赶快用练习，为弟你莫讲就对啊啦。时间已经超过啊，我要赶紧去练习，拜拜。只不过是练习尔，你安拍是要甲拍死啦。你多啊，来。哇，有特权就是无共哦，爱啥就啥呢。哎啦，我安尼就好。倒来，你一定要甲付出切起。即摆只是练习尔，你若是受伤，到时阵你是要哪比赛？真轻松哦，咱亲戚的护具嘛有专人服务哦。哎，有特权实在是就好的呢。好啦，莫搁用啊啦。你是咧惊啥？咱坐你徛会知，你惊讲啥？规定哦，你大家甲付出钱价就对。定期练习时间明明就是9点嘛。伊就是北地一个调工一改，还阁有啥物会让选手调工去组织甲念子创空，将伊护具全部拢甲摕去。讲这一切拢是小珍伫后壁咧变鬼，我应该着爱较谨慎些，用先做练习的地点到底是想要创啥，安尼才能避免念子再度受到伤害。是要浪费偌济时间呐？本是我要淘汰伊，袂好啊。加油！无问题。一切，多谢你。咱继续练习。伟龙哥，多谢你帮我找护具，多谢。免客气啦，我毋是无条件咧帮助你啊，无人敢做我的练习对手。好佳哉，有你自告奋勇，这可能是我听你，你听我啦。对，那呢哦，咱来去。这多年，